黄伟坤老師為我們分享他與陸游與這一經典角色的舞台故事吧。掌聲有請。好多謝大家抽出呢個寶貴時間嚟聽我講嗰個陸游月堂院嘅故事。我畢業之後84年就喺湛江嘅團擔戲，我喺湛江擔咗10年戲，直接擔文武生嘅位，擔10年。之後95年調去佛山，有5年都係我擔嘅戲。95年之後擔咗2001年、2002年度呢個時間我調嚟深圳。其實細個嗰陣時亦都係屬於退休嘅年齡。所以叫咗我嚟，我亦一直擔到呢個戲，擔呢個團嘅文武生到依家，屬於主演員啦。你哋話我哋戲行就文武生啦嚇。擔個團，一個演員每擔一個團，要有一定嘅能力，並且擔呢個團一直擔得起。我喺湛江團嘅時候擔，每年起碼我係演到專業團體，嗰陣時未有咁多私人團體，我哋起碼每年都有200幾場。去到佛山，我又演到，亦都係國營，都演到120幾場。嚟到深圳，我哋都係百幾場。所以一個演員咧，就靠喺舞台上鍛鍊多啲。所以我嘅實踐多，我如果係一個演員，我擔你200幾場一年，我喺10年裏邊，我出場舞台鍛鍊實踐，我機會幾多啊？所以咧，我係靠實踐出嚟嘅。實踐出嚟就包括你實踐得多，你嘅舞台經驗啊，各方面啊，你就會好。我嘅演戲生涯已經40年有多，所以就喺舞台上嘅感悟比較好啲，悟性比較好啲啊。理論咧，我哋有好多專家專講理論嘅，我哋就有時講做下戲，所以會兩方面咧，可能我哋係理論方面會差啲，但係內心嘅悟性，我哋悟到俾自己嘅嘢咧，就喺舞台上體現。當然，我哋叫為做理論嘅時候咧，就要分解我哋點解會咁做，所以咧就演員就好喺呢度，演員好喺舞台上。佢係體現嘅演員咧，佢要具備好多條件嘅。譬如講，我哋表演裏邊咧，要唱做念打，聲色藝全。到唱腔裏邊，到演戲個過程啊，咁啊呢個就係講演員自己積累自己嘅藝術裏邊咁多年嘅積累，先至能夠體現得到嘅。咁一個演員咧，我哋具備嘅條件就係，譬如我頭先講嘅係聲色藝。聲色藝到我哋去聲色藝係爸媽或者係俾你嘅天賦。你天賦有，做個演員咧就冇咁吃力啦因為有啲演員咧，佢冇具備呢個條件。有時候你唔具備嘅話，我去做一樣嘢係同你係兩回事嚟嘅。所以咧，我哋演員要具備聲色藝全，到聲音到唱戲，到以後去舞台嘅演出，把控舞台嗰個節奏，全部靠一個演員。咩叫做演員？有啲演員叫做我好有擔力。有啲演員，喂，我係咁做咗戲，但我唔知我做緊乜嘢，交俾下個手做乜嘢。呢個演員配你，好想大家刺激。究竟發生咩事，做啲乜嘢？因為演員就靠功力啦。我哋雖然我話我自己唔係話屬於係老嘅演員，但我亦都唔係屬於一個好年輕嘅演員。喺舞台上實踐40幾年，我哋要悟出啲乜嘢？悟出個演員，你有冇把控能力？演員有冇把控能力強嘅，節奏感強嘅，佢嘅演員咧，就喺演員裏邊，你睇戲你就會覺得，呢個演員好，仲有一個演員好係好廣闊嘅嘢都。演員要具備嘅天賦就係好，唱得好，演得好，佢身段好，呢個叫綜合力量。
綜合力量強嘅演員，佢適應能力好強，所以佢各方面咧，佢會應付得好自如嘅。你有啲譬如講，我哋要具備呢種條件咧之後咧，所以演戲喺舞台上佢就會發揮得好。仲有就係演員，我哋頭先講嘅個擔力即係你嘅把控能力。我哋講精氣神，咩叫精氣神？你嘅精神唔夠咧，你嗰晚演戲，觀眾亦都覺得疲勞，覺得唔好睇。精氣，我哋嘅氣中嘅氣同埋氣道嘅氣要貫穿到尾。精氣神，我哋要保持一種狀態，入戲演員精神，俾觀眾睇到一晚都好興奮嘅。你冇俾佢睇下謝咗，觀眾謝咗眼瞓嘅，呢個就係你嘅力度，你嘅貫穿落去唔夠。所以你演員裏邊，我哋幾時都保持咗呢種精氣神要夠。